端午节是国历年度三大节日之一，为了让汉士家友感受端午过节气氛，甲社会各界温暖，市府特别伫和顺里活动中心举办5月5庆端午众香区域保安康活动，结合社会上真侪爱心单位为家友义诊义诊，并安排 COVID-19 疫苗接种卫教，让因感受到社会上的关怀。社会上需要更多的温暖来关怀弱势的朋友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慈联基金会他们很帮忙在对于在社会中角落中间常常容易被遗忘的我们的弱势的朋友能够让他们感觉到端午佳节的那个过节的气氛。粽子其实是一颗并不很贵，但是粽子所代表的就是代表一分的关怀。我们谢谢慈联，也谢谢社会局的许多志工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携手。尤其在疫情现在很严峻的时候，我们希望台南早日平安疫情高峰早日度过，大家能平平安安那也更希望我们底层的这个角落的好朋友，他也能够度过这波疫情的高峰，不要受到疫情的确诊的影响。市长王伟特表示，除了市府单位努力以外，嘛非常感谢长期有遐尔侪善心人士投入关怀家友行列，让各个角落的家友感受社会温暖甲支持。在疫情期间，市府嘛有推出安心抢工计划，望透过公司部门的资源整合，让家友早日回去家庭，回归社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